哇，各位家伙望過嚟啊！呢個小區環境啱唔啱你心水啊？而家俾5皮嘅首期，月供3500蚊，你就可以攞到呢套96個方嘅3房單位啦。而且而家發展商仲送埋你全屋嘅家私家電啊，真真正正做到拎包入住啊！小區樓下自帶海洋溫泉，落樓就可以浸溫泉啦。而且仲有業主樓包，每日返香港嘅荃灣同埋太子，事不宜遲，即刻同你上去望一望。嗱，就係呢一套96平嘅3房2個廁所啦。門口呢度咧做咗個鞋櫃嘅，咁入翻嚟呢邊望一望。咁啊呢邊就餐廳位置啦，擺張4人餐台係足夠嘅。咁睇翻個廚房啦，廚房做咗個 L 字形嘅設計啊。咁廚房嘅3件套，包括啲櫥櫃都係贈送俾你嘅。咁呢邊咧預留埋個雪櫃位啦。咁廚房出邊仲連接埋個生活露台，可以擺你啲洗衣機啦、熱水器啦。咁我哋嚟睇翻呢個客廳啦。客廳嘅話咧，開間咧大概係4米嘅客廳咧，連咗翻個露台啊！哇，你睇下呢個小區環境啱唔啱你心水啊？哇！個露台啊，都有成6米咁闊㗎。咁我哋而家嚟睇翻個休息區啦。咁休息區嘅呢個位置就係一個乾濕分離嘅洗手間啦，隔離就係一個兒童房。咁對面咧就係一個長輩房啦。咁長輩房都係連接翻個露台㗎。最後睇翻個主人房啦，主人房咧係帶套廁設計嘅一個乾濕分離嘅套廁啦。咁呢一個屋苑30分鐘就翻到人工島啊，而且樓下仲有海洋溫泉任你浸啊！哇，真係退休度假日流啊！有興趣嘅朋友仔評論區留言攞資料啦。